好，安尼咱来欢迎江武燕董事，今日来甲阮讲囡仔的困眠。大家好，我是江姑燕，我嘛足紧张的，因为我无常常用台语讲即场啊。我想大家拢会使看到我的小解，我先甲大家小解我家己，我是一个国际认证的囡仔困眠的顾问。我为虾米会做即个头路咧？因为我第一个后生，伊即马已经6岁啊。伊伫咧红婴仔的时阵，伊困觉足无好诶。伊差不多是暗暝会使起来差6摆以上，至少上少嘛会起来6摆。有时阵较济诶时阵会起来差不多10几摆嘛拢有。伊困无好，我若拢免困。我迄阵较无了解囡仔要安怎困。因为我拢家己饲定，所以我干那会晓家己饲甲困即个方式。所以伊若是尿尿酸啊咧哭的时阵半暝，我拢是甲伊抱过来，就甲伊饲定，互伊佫困去。即个方式我感觉就是甲家己的生活创甲足忝的。足好佳在伫咧伊9个月的时阵，我发现国外有即个专业，我就我心拄我的卡来请即个专家来教我要安怎互我的囡仔困去。就用即个伊教我的方式以后，我就互我的囡仔改变足大诶哦。本来暗暝困起来足侪摆，自甲专家合作以后，伊甲我教要安怎用。阮囝第一摆伫咧伊家己红领面床困。伊暗暝差不多6点半，伊目睭阁是金诶，我免甲伊压甲困。伊就家己伫咧眠床，我甲伊囥入去眠床内底。我甲伊讲再会了后，我离开迄个房间，因为6点半我还袂要困嘛，所以我离开阮诶房间。伊就家己伫内底耍耍诶，耍甲伊困。我阁甲伊开始讲话诶时间是过长工诶透早6、7点，所以伊困过暝。按9个月开始，就是一概困12、13点钟的时间。自伊会使困遮尔好以后，我的人生就真正变一变甲足好势的状况。我就感觉讲，哇，即个专业实在是足厉害的，所以困甲遮尔好，我时间加出来，我才较去读册。去读册中我嘛想着讲，阮囝困无好甲困好。即个过程，阮两个有足济足辛苦的所在，伊会抗议伊无欢喜我敢有甲我的囡仔创歹去，所以我嘛足烦恼，我敢有做毋对，我就搁继续去找看觅有啥物物件会使互我知影讲我无做毋对，所以我就继续读册，有读 Mary Mann 伊的安全依附关系的系统。为虾米是拣即个教授去读？因为伊就是甲即个安全依附关系理论完全做甲完整的学者。即马讲安全依附关系内底就是4个无共款的型。第4型就是伊发现的，所以我对伊读伊安怎分讲啥物人是啥物关系，啥物人是啥物关系，我感觉安尼就是真正有了解。真正了解了后，我阁看我即马继续咧做诶工课互所有家庭诶建议，我就嘛较安心讲，我无甲别人诶家庭凊彩讲诶，我讲诶是真正有顾着囡仔诶心情，嘛有顾着父母甲囡仔诶关系诶方式。这就是我诶小解。今仔日诶主题是囡仔诶困眠。特别是要讲因安怎困诶姿势。阁有安怎困诶场所要安怎安排较好势。毋过除了遮诶以外，我嘛想要互逐个先写互我看觅，遮敢若有白板吧，伫咧线顶嘛有白板，逐个会使用一下。甲我写者讲你家己拄着囡仔人困眠诶问题是啥物。
大免歹势，就直接写就好。这是毋是无遐多写物件？这甲 Google Meet 无共款。敢若是呢。我拄到找无，啊是大家会使举手先讲一下，阮敢若8个人尔，大家都直接甲麦克开开，啊直接讲，啊我写起来。安尼我会用先问无？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欢迎。阮兜的囡仔即马差不多7个月。哦。伊即马就是讲，阮抱入去房间，要互伊困，毋过伊拢爱入眠床，阁算1-2点钟才要困。毋过伊困去了后，伊会使家己困到天光无问题啊，只是要的时间拢爱舞足久才要困安尼。安尼先问一个是，恁兜几点家带去房间内底准备困？即马差不多拢9点抱入去准备要互困安尼。好，无问题。敢若阁有别人有问题，想要直接开麦克讲者无？大家囝拢困足好诶，拢无问题吼。好，我就继续哦。好，无问题。好，即马遮有3个选择。第一个是囡仔，就是照大人诶生活方式去做伙生活就好。第二个是囡仔爱有适合囡仔逐工共款诶生活方式。第三个是囡仔忝诶时阵，就当然家己去困。因为无遐多写，敢会使我问恁开麦克讲，还是举手？我看举手，我敢看会着。主持人敢看会着，啥人举手？会使看到你有举手。好，你感觉是你是第一个人帮我举一个手？我想要算看卖有几个。我看无人举手。第二个。第三个。好。第二个有2个举手，第三个敢若有1个人举手。好，多谢大家。好，这是一个囡仔诶生理时钟。这个生理时钟就是伊家己身躯内底有诶系统。这个系统通常甲日头较有关系，就是伊伫咧倒位生活诶日头，什么时阵出来，什么时阵落山较有关系。甲伊家己选择诶生活较无关系，就是敢若心脏要跳，袂讲今仔是礼拜6我较免上班无我就跳较慢诶，跳较停歹诶，跳较欢喜诶，无即种代志吼。这就甲生活方式诶选择无共款，伊就是身躯内底家己会安尼运作。你较无法度甲伊管，伊较会甲伊影响着诶，就是日头。所以若是你住伫咧亲像瑞典迄种，有时阵拢总无日头诶时间因迄阵诶即个生理时钟就会较乱。所以伫咧遐个国家，亲像阮朋友之前住遐住5年，因就有去买一个日头光诶电火，逐工爱会记咧开，爱挖靠伊去互伊照，就亲像有咧照日头共款。你诶身躯内底这生理时钟才袂伤乱。台湾就较好势，阮无即种问题，所以阮正常生活有出门有咧晒日头，也是伫咧厝内底有踏门无甲脚顶关甲目十的话，你拢是有日头光会入来，所以你的身躯即种生理时钟是运作的足正常的。囡仔人差不多伫咧满3个月以后，甲亲像阮拢总是有即个系统咧运作的。这就是特别甲大家讲，这真正毋是你家己会使选的哦。你家己选讲我即马今仔日要11点半暗时才要去困，
昨我较忝，我9点我才去困，所以我什么时阵要去困的，这个时间无固定，这是你选的，毋是你身躯想要困的时间，甲想要醒的时间，这甲伊无共款。你身躯想要困的时间，伊会有一个激素出来，就是叫褪黑激素。想要醒的时阵，伊就有叫你较清醒的激素出来，嘛是会互你较有精神去做正常的代志。你嘛会使，亲像阮即马大部分的人啦，就是较无咧管伊，就亲像有的人伊是暗时才咧上班的，伊就无可能照伊即个生理时钟的方式去运作。所以你若是无按照伊运作的方式去生活，是会当生活的，只是无合歹尔。这个来问大家，即马都无法度去 Y 还是 N，Yes 还是 No， 阮都举手甲无举手。这是问大家家己哦，你家己更摆忝的时阵，都会先去困的，请帮我举手。大家拢无吼。好，你困较无眠的时阵，较会起性地帮我举手。其他人拢足厉害呢。好，有好，我有看到。好，讲一个囡仔人的头壳，囡仔人的头壳吼，红婴仔的时阵规个头壳未发展到完成，未发展到完成是讲伊的神经未连过足济，较基础的有连着，就是即个medulla， 这叫华语讲杏仁核。即个杏仁核呢，是管理你所有感觉上重要、甲上基础的所在，所以伊就是为着要生存，就已经有法度讲我即摆伤枵，我即摆伤忝，我即摆伤寒，我即摆无爽快，身躯迄流珠仔伤重，我无舒适，伊有法度哭甲你讲。为什么是用哭的甲你讲呢？因为伊迄会控制伊大的运动控制拢未好，所以你看嘛，红婴仔佫拄出事袂晓冰，佫袂晓徛，袂晓坐，这就是伊运动的遮的系统未一个一个发展好。所以若是讲甲这爱讲话，佫讲甲你听有的话，是表示是伊足幼的遮的运动的能力，拢会使管理甲足好，才有法度讲出你听有的话，伊发音才会准。伊大的动作拢无法度做会到，所以伊细的嘛无可能。所以伊发出的声拢是听起来拢甲哭性，尤其是要甲你讲伊无爽快的时阵，拢有即个感觉。恁毋知敢有即个印象，还是有即个拄好有看到囡仔，逐个拢无共，毋过有的囡仔是安尼，因欢喜甲足欢喜的迄个叽叽仔叫的声，甲因有时阵要哭的时阵，迄种叽叽仔的声有相像。我感觉这嘛是因为因的无法度控制因足济足幼的动作，所以足欢喜甲足配面的时阵，迄发声，因为拢是一个足大的心情情绪咧表示出来，所以伊无法度遮幼弱的甲你表现出来，有足济无共款声，愈来愈大汉才有法度做足济无共款的发音。即个头壳伫咧这杏仁核即个所在，你看即个图，伊的神经的线连做伙的线是较粗的，表示伊就是本来就有一出世就连甲足好的，即个神经足够行去这杏仁核的所在。顶悬这个是 prefrontal cortex， 就是前额叶，是会当互大家安尼好好讲话控制你要做啥物代志讲出来你要互别人了解的话这拢是这顶悬的头壳，这个 prefrontal cortex 咧控制的所在。prefrontal cortex 我想要甲大家考一下
足侪人应该是医生啦，应该即个会晓。恁敢知影即个 prefrontal cortex 伊爱啥物时阵，伊会完整诶发展好？几岁时阵，一个人会使完整诶发展好伊即个读壳即个所在？知影要摇看嘛会使啦，无要紧，莫讲一定要摇会着。平常我讲即个大部分是大概拢摇无共款诶岁数。大家拢毋敢讲，啊，你上大是无6、7岁吗？哦，好，你摇6、7岁，多谢你。毋是爱到25岁才会使完整诶，拢总发展好。啊，有诶人是25岁啊袂好哦，有诶人是爱到30岁以后才好，嘛有人佫较慢。啊，为虾米会25岁以后才会好咧？阮佫看转去顶摆即个图，你看即个乌粗诶线，啊顶悬即个线，就是顶悬较幼，下骹才较粗。啊，你顶悬即个亲像你拄则摇诶6、7岁。伊6、7岁进前，还是你会摇6、7岁，就是你想讲啊，6、7岁拢一年啊，已经会使足够讲话啊，嘛有法度学习足侪物件，会使坐喺教室内底好好听老师咧讲啥物，所以应该是有法度控制家己要做啥，啊有法度好好讲话。即个顶悬的读壳已经有法度用啊，啊，这是正确的想法，已经会使用啊，啊，毋过伊即个神经就是较幼，所以伊咧行即个顶悬的时阵啊，就较无稳定。若是拄着压力较大的时阵，啊，即个压力毋是你感觉有压力哦，是伊本人感觉压力较大的时阵，啊，即个行到一半的神经连线就会断去。啊，顶悬断去就是顶悬即个路袂通啊，袂通的话就会刷落就会落落来，落到即个拍青的所在，就阁是用原本即种上粗会晓用的、用机的、用口的方式，甲世界咧讲话，就变做安尼。所以你就想讲，为虾米我6、7岁的囡仔，有时阵拢会使甲我好好讲话，啊，阁会使应喙应舌。若是伊讲伊要食冰的时阵，就理由偌济，拢有想到足侪物件来讲。啊，有时阵嘛是会哭甲我问伊讲，你到底是要啥？你甲我用讲的，伊就是拢无法度。啊，无法度的时阵，就是伊即个伤幼的线吼断去，啊，阁落落来即个拍青即个粗的神经线。啊，25岁以后才有可能吼，愈行愈粗。啥物叫愈行愈粗咧？我大概拢是用爬山来讲即个代志，就是阮若是去象山去行象山的时阵，迄路已经铺甲足好诶，就算讲一礼拜拢总咧落雨，所以拢无人去象山爬山。啊，象山迄个爬山诶路应该嘛是搁伫诶嘛，一礼拜拢无人行嘛是搁伫诶。啊，毋过亲像即马花莲有一寡山拢放弃，啊，即马搁重新开诶遐个路线，若是3工无人行，是毋是草啊甲树啊都拢总发出来，这路就会较看无。啊，所以你若是要家行甲亲像象山迄个路，就是爱你逐工有几千人、几万人安尼行，愈侪人去行，愈紧即个路线会愈稳定。啊，你即个神经线嘛是安尼共款。你若是定定陪你的囡仔，伫个伊有法度冷静的时阵，去行一个顶悬，去想看觅拄则发生啥物代志，去想看觅为虾米会气噗噗，去想看觅为虾米逐个会冤家，伫个伊心情是平静的时阵去想，因为伊乱糟糟的时阵，伊拢总卡伫即个下骹即个拍青的杏仁核顶悬，是无法度去想遮个代志。但伊冷静的时阵，你陪伊去想，你
陪伊一摆，伊就是上顶悬的即个路线一摆，你就是陪伊行一摆。啊，你伫一个囡仔25岁进前啊，行愈济摆，伊愈有可能伫个25岁的时阵，这路吼就互伊行甲吼足稳的。啊，你若是较无咧行的人啊，就是我讲的，有的人是30岁，有的人30岁以后，才豆豆甲即个路线行甲较有在的。啊，为虾米会讲这呢？就是想要转去本来迄个地步是，你逐摆家己身体咧忝的时阵，你就会先去困，一定表示你管家己爱做啥的即个能力是足好诶。你知影讲我身体咧忝啊，我即马上需要的是休困，你就会听你身躯的感受，你就会紧去家己照顾好，你就紧去困。啊，阮即马诶人啊，伫遮即阵应该拢25岁以上啊，阮应该是头壳开始发展好诶人。啊，若是阮遮诶25岁以上诶人，有时阵哦，身躯咧讲足忝诶，阁是想讲先莫困，阁来做一寡别诶工课，甚至讲定定拢是阁想要阁耍一个。毋管你是阁想要看一个电视，耍一个手机啊，这拢是耍一个，还是有啥物 shopping 啊未买完，拢是耍一个。啊，阮阁会想要耍一个即个心情，就互阮决定袂去困。啊，阮头壳阁已经发展好诶人，阁会做即个代志。啊，阮诶囡仔拢还未25岁，啊，阮感觉讲，因若是忝，就会家己去困。即个是毋是对因诶期待有淡薄仔无适合因即马诶岁数？所以囡仔人哦，伫个我遮诶建议是，囡仔人是上好是有适合即个囡仔，逐工共款诶生活方式去做，伊诶生活会较好势。啊，即个好势是困眠顶悬是会较好势，因为这特别是你若是按照伊身躯内底诶生理时钟，就是你知影讲啊，伊即个时间伊诶褪黑激素要出来啊，伊即马就是身躯咧讲伊需要去困啊。啊，你若是知影即个时间差不多，啊，你就带伊准备开始去困，啊，你就有法度接着伊身躯内底所有爱困的感觉，啊，互伊去困，伊就会较简单就去困。啊，煞咧就先讲一个是安全的困眠的所在是场所是要安怎安排。这是一个足简单的图，就是有一个红领仔眠床，啊，内底有一个囡仔，啊，阮来检查一下，用即个图来看讲倒位是好，倒位是无好。即个图好的所在，就是伊无用迄个软的垫布，甲伊的即个眠床围起来，啊，内底嘛无棉被，啊，环境规个布置起来是诚简单。啊，这无好的所在，就是伊即个红领仔眠床内底有一个枕头。啊，阁有即个囡仔无穿适合的困衫，因为我看即个囡仔一定是至少是半岁以上啊，一定是6个月以上。我感觉伊可能差不多要1岁啊，以即个图来看。吼，豆豆来讲有啥物好，有啥物无好。啊，安全吼，就是讲囡仔有法度困伫个遮，爸母拢袂免烦恼。啊，安怎看咧？就是阮要来看一个美国一个医生伊写诶文章，这是伫个2019年写诶。啊，即个文章你若是去甲伊 Google 一下，搁伫个即个医生伊诶面册顶悬，足侪人甲伊转出去，包括我即马应该是逐场拢会讲即个代志，就是伊感觉呢，啥物叫做安全诶困眠场所咧，就是亲像即2张相片诶物件。拢是无好诶物件，有啥物无好呢？伊这是咧特别讲1岁以下诶红个仔哦，毋是大汉诶囡仔，是1岁以下诶红个仔。1岁以下诶红个仔，阮上烦恼诶代志，就是婴儿猝死症候群。啊，为虾米会发生呢？逐个想到即个代志吼，应该是想到讲，是毋是我一个囡仔伊诶鼻仔甲伊诶喙伫遮互物件
看到。你想的甲我同款的，请帮我举手。好，多谢大家。这嘛是我正常想的，就是想讲一定是物件直接甲伊看到，伊才会无法度喘气，伊才会无气安尼。啊，结果呢，这个医生就写甲足认真，真正是认真，伊甲伊写甲足清楚的。伊讲会，互囡仔变做红婴仔，1岁以下的红婴仔会拄着即个婴儿致死症候群，真正的原因是搁吸落去，伊家己吐出来的二氧化碳。因为即个囡仔就是足健康、足正常的一个囡仔，啊，阮是人，就会喘气。喘气吐出来就拢总是二氧化碳。啊，阮搁看即个顶悬即个图，你看，虽然边仔即个物件无甲伊规个人看着，啊，毋过即个敢若镜头的物件，都伫咧即个细细的空间，才有一个细细的空间。即个细细的空间，就拢总满满是即个囡仔喘气出来的二氧化碳。啊，即个二氧化碳都伫咧遮伤济啊，所以就无法度互伊有够的氧气去喘气。啊，你就想讲，那伊遮喊，伊顶悬遮都嘛是足济空气的啊，啊伊无就活一寡起来，啊无就活过来即边啊，因为红婴仔就会使活头啊，毋是？啊，毋过即个代志就是一定是伫咧1岁以内的囡仔才有遮济危险，就是因伤幼啊，因有时阵想要反应的时阵，袂做即个反应，结果就变做足危险。啊，即个代志吼是万一会发生的，所以你有可能想讲，奇怪，阮兜大汉囝伊细汉拢总啊，就眠床敢若即个粉红仔是共款啦，阮拢是安尼互伊困。即马已经读高中安尼，人遮尔啊好势，是你咧讲啥？啊，阮讲的这都是万一发生危险的时阵，就是遮尔啊严重，就是会无法度喘气。啊，无发生啥物代志，就是袂有代志，就是会大汉起来。啊，即种就是嘛，就是讲有一寡人运气较无好。啊，毋过你若是无想要拼运气的话，你就是互伊困伫个无即种伤软的眠床，啊无用迄棉仔洗甲伊的眠床拢总盖起来，啊嘛无伤大声的红仔，嘛无囥枕头，即些物件拢是会挡着伊即个困眠的场所内底空气的流通的物件。无遮的物件的话，你囡仔困的所在就是足安全的，你就免想讲，今仔日敢是会发生危险的一天，还是袂发生危险，你就完全无即个想法。啊，只啊讲伤软的眠床吼，毋是阮即马去外口买眠床的时阵讲啊，我较爱困较软的，还是较爱困较定的，毋是即种的，是有一寡眠床伤软是会互规个人安尼拢总敢若要拉入去眠床内底，啊，结果就是甲即个图共款，伊拉伤内底啊，结果就有一个芳安尼一咪咪啊，互伊伫遮挡着迄空气的流通，所以即种就是软的眠床。啊，所以逐个拢有即本册啦，就是带囡仔去注射的时阵啊，都有即本谱仔爱摕去。啊，即本谱仔因为改版啊，逐个人可能摕无共款，所以这几页无重要。啊，重要就是即个图，你看伊的红婴仔困伫咧一个啥物内底拢总物件，啥物拢无的红婴仔眠床内底，啊，这就是上安全的方式。啊，拢无甲伊盖起来，啊。逐个即马会家盖起来，拢是爱囡仔啦，无讲是讲啊，我知影这无安全，我特别要甲伊用，一定毋是即个想法，一定是吼，就是烦恼伊的骹啊、手啊、头啊会弄着这拢是差的，烦恼讲伊会疼，敢会着伤。啊，以我甲遮济家庭合作的经验是，你的眠床吼，若是安全的，伊上拼命去弄一摆吼，上计就是会乌青啦，袂阁有较恐怖的代志发生。伊用伊家己上出来的方式去弄即个眠床，嘛无可能会脑震荡。
啊，若是无比乌青搁较严重的代志，我感觉比起来，若是喘袂过气是较危险。所以你烦恼的代志是会发生，有可能乌青，啊，毋过就是乌青尔。啊，你来动起来，有可能发生的代志是太恐怖啊，所以就莫用。啊，有的人是讲，毋是我毋是惊伊会痛，是伊的骹还是手吼会卡掉的，伊会卡喺即个芳内底吼，家己无法度摕出来。啊，即个家己无法度摕出来，其实毋是真正诶。啥物讲毋是真正诶？你定讲，就是啊，就是无家己摕出来，伫遐嚎嚎叫啊。啊，空是安尼啦，你闷诶力气吼，通常都闷会出来，只是吼闷出来诶方式吼，可能迄时间拖较久。啊，即个囡仔家己吼无啥满意，因为吼即个眠床啊。即个隔空啊，爱偌大芳啊，其实伊嘛是有算过诶。所以即个芳若是安全诶，伊无可能互一个囡仔诶骹甲手卡伫咧遐。啊，佫有爸母甲我讲，伊是足烦恼，讲囡仔敢会伤大力，甲家己捡转来诶时阵哈，都骨头断去。我是嘛无听过这啦，啊，在场是较侪医生，恁敢有拄过遮个问题？就是甲手囡仔家己甲手按。卡掉伫咧眠床即个芳，结果就断去啊，是搁较恐怖诶代志发生。我家己是无听过有即个代志，若是有诶话，我感觉应该是迄个眠床无安全。啊，若是无可能变甲遮恐怖啊，其实囡仔以我诶经验是，你着互伊家己来，你互伊家己来吼，虽然你等伊家己家己诶手还是骹闷转来诶时间。伊可能拢足袂爽诶，毋过吼，伊若是有法度找着一个方式、一个角度，甲家己创转来以后逐摆伊问出去，佫有法度问转来，伊卡掉即个代志就会无去啊。啊，你若是吼，逐摆伊卡掉，伊咧哭，你着敢毋甘，是较紧甲伊处理，逐个拢会使较紧困，你着甲伊斗3工一摆。啊，你逐摆甲伊斗3工迄摆，伊着减一摆家己。试看觅诶机会，所以学会晓即个代志诶时间会拖搁较久。所以你若是因为伊甲你吵着，你嘛无法度困诶，即个吼时间嘛会拖搁较久，因为逐摆拢是你爱用，逐摆拢是你爱用。啊，你若是啉一个吼，啉几工啊？通常我合作诶家庭，因拢是啉几工啊，无人到即马啦。毋过以后嘛有可能，到即马是无人。忍受超过7工，囡仔个啊袂找着方式，大部分拢是7工以内就找着一个方式，家己有法度，敢若卡掉诶，毋过有法度问转来诶方式。啊，即个你爱甲伊斗3工，伊会靠足久诶代志都无去啊，都过去啊。所以你就是相信你诶囡仔有法度做即个代志。啊，另外就是你惊伊头壳困甲骨头。变变诶，啊以后无好看，所以你就是要互伊一个枕头。啊，毋过囡仔开始会晓变以后啊，伊咧困诶时阵吼，是四界去啦，伊就是细只搁变去遐，所以伊根本无留伫即个枕头顶悬偌久诶时间，久甲有法度真正你诶枕头有法度甲伊诶头安尼顾甲圆圆诶。啊，搁有另外一个是，即马已经。知影讲一个人头壳是圆的还是曲的，其实是爸母决定的，就是伊基因顶悬都已经写好讲，啊，你即个是曲头的人，还是你即个是圆头的人，所以甲你要安怎互伊困吼，嘛用啥物拢较无关系。啊，若是第二是伊袂留伫你的枕头顶悬偌久，所以你要互伊一个枕头，实在是无迄个需要啦。啊，若是你迄个枕头，虽然即摆红影仔枕头拢较扁啊，感觉无足厚诶，啊，毋过迄个枕头有可能因为伊咧变诶时阵，有可能互伊变甲塌一个怎啊徛起来，就拄好徛伫咧即个红影仔眠床诶即个柴箍遮，就变做直直诶，毋着甲即个三个空动起来。啊，伊若是足侪囡仔拢足介意困伫咧迄角仔诶所在，啊，若是伊个。扫过来食，困伫咧食，啊伊诶枕头挡咧食，啊因著是亲像阮拄仔讲诶，有一个空间是
伊个空气袂流通诶，嘛是危险。所以才会讲，拢总互囡仔困伫一个足空诶、无啥物件诶眠床内底是上安全诶。啊，这就是我细汉囝，我细汉囝即摆是岁半，啊，这是伊还袂晓变诶时阵，伊诶红仔眠床，红仔眠床内底拢无物件，就是伊家己。啊，困诶时间足早诶，就是照伊身躯内底爱困诶，迄困眠诶褪黑激素开始出现诶时间，就甲伊早早就放去眠床。啊，伊就你看伊搁咧哈戏，所以表示伊还袂困去，所以伊就是家己伫咧眠床内底豆豆困去诶囡仔。好，啊，适合困诶场所有几个代志，大家会使注意，就是即4项。第一是温度，红仔足惊热诶，红仔袂使困伫个较热诶所在。啊，迄个较热吼，毋是你感觉已经凉啊，伊就会感觉凉。伊感觉诶凉吼，是比你感觉搁较凉，就是21度到24度。啊，因为因诶即个散热系统啊，伫因诶身躯内底是温诶5倍，所以因足够着刷诶，若是安尼讲是足够着刷，所以因就是爱伫个较凉诶所在，因才会困较好。啊，即个就拄好伫个逐摆寒热人诶时间，最近即几年热人拢足热诶。我有足侪客户囡仔啊，甲我合作诶时间啊，其他诶困眠时间拢愈困愈好哦，暗暝嘛困甲拢无代志，透早嘛困甲好势，啊，就是中昼迄届。中昼迄届吼，安怎拢困甲较无好，啊，啥物代志阮拢做了了啊，都毋知为虾米即个中昼诶代志拢无法度改变。啊，即个时阵呢，我就会甲即个爸母讲，家长你要试看觅中昼诶时阵吼，甲迄冷气诶温度吼降1度，其他时间莫叮当哦。啊，中昼降1度以后，用来要困，佫甲伊调转去，看觅是毋是因为中昼吼日头伤赤夜。规个吼建筑，伊就是恁兜即个规个大楼吼，拢拍甲足烧诶，所以即间房间吼，感觉就算讲你拢总是开24度，啊，即个24度吼嘛，吹甲囡仔无够凉，就试看觅即个方式。结果足侪囡仔，真正都是迄中昼时吼降1度，啊，其他时阵就正常，啊，中昼迄个困眠就困甲拢总无代志啊，所以。困的所在爱较凉的，是一个我感觉足重要的代志。啊，逐个人嘛会使转去试看觅。啊，即个声吼爱用，即个叫做 pink noise。pink noise 搞的所在是迄像阳明大学因有做一个实验，因就是搭伫个头壳去看觅你的脑波敢有震动。你若是听即个声吼 ，pink noise 的声吼，你的脑波拢是平的，表示你拢无咧震动，你就是一直伫个足休困的时阵。啊，你若是听，毋管是啥物音乐，毋管你是讲 classical music 啊，还是啥物讲专门互你放轻松的音乐啊，你的脑波拢是有起起落落。啊，即个起起落落就表示你的头壳无完全咧休困。啊，所以啊，你若是想要互一个人的头壳完全咧休困，你着放即个声。啊，即个声是啥物款的声呢？就亲像迄机械咧运作，家己发出来迄种无意义的声。啊，因为逐个机械吼运作拢淡薄有声。啊，你若是干那听声吼，你无熟悉遐个机械，你是毋知影讲这是冷气，这是电风，你应该是听无。所以遮个声，阮头壳袂去认真甲伊了解，所以就会拢总你的头壳就会放弃，就会咧休困。啊，你若是想要互囡仔困较好，你就会使试看觅者。啊，有的人就会甲我问讲，伊是听迄种落雨声啊、海涌的声啊，伊家己嘛困甲足好诶，敢袂使互囡仔听？啊，毋是袂使，是你爱先想一下，就是你家己知影讲，即个声是落雨的声，即个声是海涌的声，即两个声你一听就知影无共款，一定是你头壳有咧用。啊，你有用头壳，你的头壳就无咧休困，所以你听迄个声会困，是真诶，毋是假诶。啊，只是你是头壳有咧叮当诶时阵，伊嘛有法度困去。啊，困好困无好，
真正是爱用机器去验才知。啊，你若是直接用即个 pink noise 的话，你的头壳就是拢是咧休困的。所以，阮若咧讲建议困的时阵要听啥物声，就是建议用即个方式，用 pink noise。啊，搁有因为，亲像我拄则讲的，囡仔爱困的时间，你看我后生，伊就是6点半差不多就囥去凌晨困。啊，6点半阮无困啊，阮可能搁咧洗碗啊、洗衫啊，行来行去啊。阮伫咧一个家庭内底，阮家己大人都有足侪声会出来啊，敢会吵着囡仔咧困？有可能哦。所以，阮若是伫咧伊困的房间内底，就直接开即个 pink noise 的声，互伊伫即个所在已经有一个声，敢若甲伊保护着。啊，外口的乒乒乓乓的声，就较袂遐简单就甲伊吵着。所以我嘛感觉即个 pink noise 就是互阮伫咧共一个所在，莫定定互相影响。毋是讲伊去困啊，逐个人拢袂使做啥物代志啊。尤其讲，亲像阮即马是厝诶有2个囡仔，一个较大汉，拢已经要1年啊，伊无可能6点半就去困。所以伫咧困诶时阵，伊搁咧耍。啊，伊咧耍诶时阵，你请伊较细声诶，嘛无可能讲拢总无声。所以用即个迄 pink noise，互大汉咧耍诶声，莫吵伤赶紧，就吵着细汉，甲伊吵互醒。我感觉是诚好用。啊，嘛有搁有足侪家庭，逐个人诶环境无共款，亲像我香港诶客户，因厝就搁较细，啊，互相干扰诶状况就搁较济，所以伊嘛是足介意即个 pink noise， 大家会使用看觅。啊，阮兜诶 pink noise 无特别去选啥物机器来用，阮就是甲一台迄电风足吵诶，逐工开，囡仔要困就开迄个电风。啊，迄个电风无咧找人，嘛无咧找囡仔，伊就是找壁，伊只是要放送迄个足吵诶声，互即个声陪囡仔困。啊，是伊困偌久，即个声就开偌久，所以无咧甲伊关掉。啊，只有是讲，亲像阮大人要甲伊困诶时阵，若是阮感觉迄个声阮无介意，阮会甲伊切掉。啊，若是无人甲伊困诶时间，就迄个声就是一直陪伊困甲透早起来，阮入去找伊，才甲伊关掉。啊，光线诶时阵是，讲到光线是爱拢无光，困诶时阵是用褪黑激素去困诶。啊，褪黑激素是足惊光诶，你诶视神经足厉害，你即马一定是伫咧有光诶所在听即个我讲诶遮个代志。啊，你即马试看下，甲你诶目睭闭起来，你就算讲你诶目睭闭起来，你嘛会知影讲，四周围是光诶，这就是因为你诶视神经足厉害诶，足来诶，你无遐好骗。啊，你诶视神经感觉到有光，伊就叫褪黑激素卖出来。所以你困诶时阵是需要褪黑激素，结果你四周围拢总是光，啊，伊就叫伊卖出来，安尼是要安怎困？所以困诶时阵爱甲伊创甲拢无光，愈好愈好，互因囡仔较好困。啊，即个时阵就有足侪爸母问我讲，阮囝会惊乌吧？我感觉吼，囡仔是会惊乌诶，啊，毋过毋是足细汉诶时阵会惊乌，因为伊伫咧你诶腹肚内底啊，是拢无光诶。啊，伊若是足惊乌，伊是无法度健康伫咧你诶腹肚内底大汉诶。所以愈细汉诶翁仔啊，因其实真正是无惊乌，是愈来愈大汉，伊知影讲乌看起来较危险，迄个时阵是真正会惊乌。啊，你才会甲伊讨论讲开啥物一寡电火啊，莫伤光啊，安怎会是会使帮助伊诶褪黑激素嘛是会使出来，啊，伊阁袂伤惊吓，这就是较大汉会使讨论。啊，毋过翁仔诶时阵啊，以我诶经验是应该是免遐烦恼。啊，逐个人阁会伫咧离时，重点拢是离时咧困诶时阵，互囡仔伫咧较光诶所在困，是想要互伊知影讲，即摆是离时，即摆是暗暝，因感觉讲暗时安尼较好困。其实这嘛是做甲差一步啦，想要互伊伫咧离时诶时阵，加照着光，伊是会帮助伊知影即摆是透早，即摆是夜暗，是真诶。啊，迄原因就是你若是晒着日头，
你的身躯会出现迄血清素，啊，血清素有即个物件以后，你才会使有物件变做褪黑激素。所以你若是离时无去晒日头，你的身躯就无即个血清素通好转过来变做褪黑激素。啊，毋过即个时间吼，嘛是爱择一个，就是拢爱择着吼，囡仔免困的时阵，才带伊去晒日头。你伫咧免困的时阵，伊即马就是咧醒啊，去咧佚佗的时间，互伊伫咧恁兜窗仔门大大片的所在，外口的日头光会使照入来。亲像即马伤热，你可能无法度出门，你就是安尼嘛会使伫咧厝诶，日头光伫咧外口啊，按窗仔门照入来。即种嘛是会使照着迄褪黑激素的原料，就是嘛是会有血清素。所以伫咧佚佗无咧困的时阵，互伊晒日头。啊，要困的时阵，就算讲是离时的时间，不管是透早的困，还是中昼的困，拢总是伫咧暗暗的所在是较好的。啊，若是即马讲到即马吼，恁感觉即个吼讲啊足无聊的，毋知咧讲啥，大部分的人都会困去。所以无聊吼，甲好困吼是好朋友。啊，你若是伫咧囡仔爱去困的所在吼，有足侪好耍的物件，还是好耍的人，伊就较无想要困。亲像阮兜细汉的，就感觉看到因哥哥就是好耍的人，所以伊若是要去困的时阵，我就会请阮大汉后生去另外一间，两个人先分开，无因弟弟就咧叽叽叫，足欢喜的，咳咳笑。拢想要耍尔，所以若是有好耍的物件，是好耍的人，囡仔就会较无想要去困，因为敢若就是要来耍的时间。好啊，穿啥物衫会使互伊搁较好困咧？即是较细汉，就是囡仔搁袂晓变身的时阵，伊手会安尼家己无法度控制，就敢若擰目睭共款，会安尼伸长。安尼拍出去的感觉，啊，即个时间就是伫咧变身前会有即个手咧，人讲手咧掣的状况，啊，若是咧变身以后，即个就会无去啊，即个咧掣手的动作就会无去，啊，所以伊会咧掣手的时阵啊，有的囡仔，我感觉我观察是差不多，爱较大汉一点点啊。伫咧画内底的囡仔足幼诶，其实伊安尼手咧害咧，家己是袂醒诶。啊，差不多伫要2个月，有诶囡仔是2个月以后，伊手咧掣就有可能家己行甲醒起来。啊，若是无想要互囡仔家己因为手咧掣，就家己创甲醒起来，你就会使用即个囡仔诶囡仔甲伊包起来，互伊手咧。叮当的动作莫伤大，所以家己袂甲家己惊起来。啊，这就是为虾米足侪人拢会建议讲爱家囡仔包起来。啊，包起来的物件有足侪，亲像即个图，阮大汉后生是用即个长巾仔甲伊包起来。啊，这个就是看啥人手较厚，啊较巧，较卡，包较好，啊囡仔袂安尼尿酸，规个面巾就互伊拢总拆甲散去，所以若是你感觉用即种大巾仔去包吼，你较袂晓。嘛，即马有足侪人咧卖讲即种简单的巾仔。啊，遮的即4款，我上喜意就是上倒边甲上正边即2款。啊，上红的就是中仔即个 LTD 即个。啊，即个是我上无喜意的，我会使甲你解说者，因为伊有即2个所在吼，就是囡仔吼，若是穿起来手就是伫咧耳仔两边，啊，伫咧耳仔两边，以我的观察吼，我看我的囡仔吼，伊手咧叮当的时阵，伊无穿衫，甲有穿即领 LTD， 伊叮当的动作拢差不多大，所以伊若是有法度，因为即个手咧掣甲家己创甲醒起来，伊穿即个 LTD 嘛是共款会家己插起来。啊，为虾米伊阁足红的呢？因为是你若是伫咧囡仔，拄则毋是讲嘛，差不多2个月前后，有可能动作较大，气力较有啊，才会家己创醒。啊，你若是差不多阁伫咧画内，你其实穿啥物，伊拢嘛足好困的。
所以你伫个未来内底，你穿真领，你会感觉讲，哦，囡仔足好困的啊，真领有效有效。啊，等到无效的时阵吼，你嘛足忝的，你可能无时间去甲别人讲真领已经即马变无效，你就是咧无惊无困尔。这是我的感觉啦。啊，我实际咧甲所有家庭合作的时阵，阮真领是无咧用的，因为就是效果较无好。啊，另外真领咧，看有一个翁仔啊，伊手两边就放咧身躯边两个。真领我嘛无介意，就是伫阮囝身躯刺啊，因为伊白伤暗。什么叫白伤暗？就是伊敢若会使手放咧身躯两边尔，啊无法度叮当。啊，即种动作吼，就是白伤暗，囡仔会气噗噗，伊就感觉你甲我拔起来，我无介意，拢无他度叮当，所以囡仔会气甲醒起来。至少我的囡仔是安尼，所以中仔真领吼，我都毋敢用，因为伊会气噗噗气甲醒起来。啊，上倒边即个蓝色的，我正常足介意的。啊，伊吼有一个问题是，热天的红鞋较无适合用，因为伊布较厚，所以伊是先穿一领吼，敢若困地下的衫，啊，搁即两片敢若丝仔甲伊包起来，啊，安尼穿起来就敢若穿两领半的衫，啊，单领衫的布拢搁较厚。拄则就讲囡仔困的时阵爱较凉较好困，结果你甲伊衫搁穿较厚，毋就是伊搁较热，所以真领就是热天出世的囡仔吼，真正就无适合，除非你是甲伊冷气拍甲足寒的，可能才有法度穿真领。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亲像真领，我介意的倒边的真领，还是正边的真领，因拢是囡仔人的手，就算你包甲足好，因是会使伫内底安尼叮当，然后安尼叮当。啊，伊伫个内底安尼叮当的时阵啊，袂甲家己创醒起来。啊，毋过叮当叮当了啊，伊个衫会安尼愈来愈悬，愈来愈悬，安尼扑起来的所在愈来愈悬，悬到差不多到阿妈棍吼，爸母拢看袂落，就会想讲，搁悬起来是毋是就会看着鼻仔，看着喙，就会烦恼，一定会想要甲伊拆开，搁顶包起来一解。啊，上倒边即个蓝色的问题就是吼，伊迄个黏的物件吼，拆开，迄声就差的。啊，迄个声吼，红个仔就讨厌，所以你一拆，囡仔就醒起来啊。啊，你是想要互伊困，啊，你无想要互伊醒，所以你若是因为你一定爱甲伊拆开，结果伊就哭出来，你嘛会感觉足烦的。啊，这就是我即马上介意的是即个无声的即个伊的 sticker 吼，你安怎拆吼，拢袂发出声音，所以你伫个囡仔咧困的时阵啊，你甲伊顶包，伊是袂互你插起来的。啊，即个布搁较袂遐厚，所以我感觉毋管你是啥物时阵诶红个啊，出世红个啊，你用即个较袂遐厚的，囡仔嘛袂讲伤热，所以即马我上介意是用真领，亲像我细汉的后生，我都是洗着买3领互伊穿，因为有时阵会垃圾，啥物爱洗。啊，囡仔已经会晓变啊，以后吼，就莫阁家拔手啊，啊，莫家拔手爱换啥物咧，就是爱换即种诶，这叫做困地啊。台湾逐个较介意诶是迄种，莫互囡仔塌掉诶迄种皮啊，穿喺囡仔身躯顶悬诶。啊，迄个物件吼，我较无赞成逐个用。啊，为虾米？是因为若是你诶囡仔想要互伊一直困伫个红个眠床内底，你就莫用，因为伊诶骹吼，若是安尼两支吼，迄种被就是安尼嘛，穿喺身躯，啊，伊诶骹就敢若我诶臂共款，两支骹就安尼直直伫外口。啊，伊若是想要爬眠床起来啊，因为伊两支骹啊伫个外口，所以就光光诶，就较会晓爬物件。你脱只骹爬物件，毋是较好爬。啊，伊即马伫个眠床内底，你迄种被仔衫穿起来，就是脱只骹诚好爬诶骹，所以伊爬眠床差不多有诶岁半就会使爬后。啊，你岁半会晓爬，啊，毋过嘛是较危险，因为爬到迄个眠床上悬诶所在，有可能摔落来。安尼
就是较无安全。啊，你若是用困地啊，就是伊两支骹哦会互包起来，就收起来啊。啊，两支骹收起来啊，就是用你迄个布，你即个衫的布去爬迄个眠床，就足骨的，啊骨骨就会爬袂出来。啊，爬袂出来，你的囡仔就有法度，较有法度留伫个即个红影眠床困较久。啊，差不多会使困到几岁咧？通常拢是会当困到2岁半3岁，2岁半3岁吼，就算困穿即种衫吼，嘛是有法度爬出来。啊，迄阵是无共款的时代啊，你就爱换眠床啊。啊，毋过亲像足侪人岁半以后，都无法度互囡仔困咧红影眠床吼。感觉上大问题就是伊无穿适合的困衫。啊，若是穿即个困衫吼，囡仔会使家己困咧家己的眠床内底嘛，较安全，较袂落落去眠床骹啊，啊，伊有家己的位啊，啊，爸母嘛袂甲伊互相缀来缀去，因为拄则就讲嘛，因会晓变了后，因就是规个眠床四界变嘛。你甲伊困，你真正是大人较辛苦啦，因为你的位嘛互伊缀掉啊，无伊就变过来，伊骹就伫你面顶悬啥，逐工拢互伊踢甲四界去。所以，若是会使伊困伊的眠床，伊伫遐咕咕咧，拢袂影响着你的困眠啊。伊困甲足好，你嘛困甲足好，安尼你一定爱用即个囡仔的困地啊。啊，即个你看吼，伊的迄 zipper 吼是伫个伊的后壁面，就敢若我甲伊穿吼是甲伊变过来，我特别安尼变，因为有的囡仔较敖，伊足细汉吼，岁半嘛会晓揢，啊伊若是会使家己揢甲头开。啊，你笑真正都无效啊！啊，毋过你甲伊囥去卡车片，伊揢袂着嘛，伊揢袂着，伊就无法度家己脱。啊，真正才有法度互伊穿甲2岁半3岁。啊，即个拖头嘛无要紧，会使敢若查某人的迄种结婚咧穿的迄种长长的迄拖头的衫，迄无差，因为伊毋是要互伊伫囡仔眠床内底佚佗甲足好势，所以就算讲伊佚佗一个较无好势，都跋倒坐落困去，这毋是阮上介意的代志嘛。啊，伊伫咧眠床内底跋倒嘛袂着伤，所以穿即个困衫免烦恼讲拖头伤长，无好行路。啊，这就是我今仔分享，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你若是想要互囡仔3岁进前阁困咧红影眠床，你一定爱用物件。啊，时间就到1点啊，就先讲到遮。啊，若是阁想要问题的人，阁会使直接开麦克风问。啊，若是无的话，我就甲时间交转去互主持人。啊嘛，足多谢大家来听我第一摆用台语讲即个主题，台语较无认真啊，多谢大家。啊，大家敢有问题要问？咱若无问题，啊，就感谢今仔的讲师。啊，咱就嘉义真感谢，谢谢，后盖过来哦。哎呀，好啊，最后讲一个，最后讲一个，今仔日为虾米？你头前问的问题，简单甲你讲一个，用3分钟以内解决。就是第一个，就是9点以后去9点才开始困。你看阮囝是差不多半就困去眠床，啊，伊算一个就困去。啊，因为伊是较适合伊的时间。啊，若是超过伊身躯讲，你即马开始爱困哦，你即马开始爱困啊。啊，迄个时阵你无甲伊囥去困，啊，伊就会身躯就会讲，哦，你即马无适合困，我有法度互你保持有精神，你才安全嘛。一定是用讲，你一定伫无安全的所在，所以你感觉需要困，你阁袂使去困，所以身躯就拍肾上腺素出去。所以就足有精神哦，伊6点无困哦，6点半无去困哦，伊就足有精神啊哦，就砰，肾上腺素有精神哦，就超级赛亚人。所以你9点去困的时阵，身躯满满是肾上腺素，搁冲2点钟才困去。啊，搁有就是有好耍的人，就是恁，因为恁拄下班啊，规工拢无看到爸母啊，想讲，哎呀，即摆就是你来陪伴我的时间啊，来耍吧。搁有肾上腺素，搁有好耍的人，
一定算1、2点钟，辛苦啊。哦，就是这。听起来真有道理。对啊，你上班啊，就是真正会较辛苦，对啊，毋是你，都是想要互伊即个时间，啊，伊就是足介意甲你佚佗，都无时间念做伙，就会变安尼，所以辛苦啊。好，感谢，多谢，谢谢，再会，再会。再会。